96年咧，我也未跳出。97年就拄到金融风暴，98年又拄到印尼的暴动，基建工也成立自卫队，晚上本上属于一场喜杀的人啊。佢家成立自卫队自愿班长级以上的人，我要自卫工厂啊。佢要係前13年、23年一住院啊，不會輪到天光啊。工廠開落去，你做唔得講，你要辦就辦啊，係冇咯？你做供應嘛，有資方的義務嘛，供應沒有可能資方嘛。出去一聽到成功賺啦，你冇成功賺嘅時間，到時候問對下嘅可能話係零三嘅話，一交代唔過，上機至少係全部交代唔過。沿途從洋到印尼雅加達經商嘅客家人。見到一股唔屈服嘅志氣在異鄉打拼，今日係金融風暴、老排華風潮嘅大點，還係開建出自家嘅一片天地，種出甜美嘅故事。忙啦，很用這個，很材料。個單位咧，安尼哈，對，謝謝啊。位在亞洲東南部嘅印度尼西亞係由大大小小一共上千座島嶼所組成。首都雅加達所在嘅爪哇島係印度人口最多嘅島嶼。自古以來，往來南洋各地經商嘅華人，就有一島係在印尼天地。客家人來到印尼經商，主要集中在雅加達和爪哇島嘅其他大城市。一直到今日，印尼和台灣之間密切嘅經濟貿易關係，早前係用來啲權分嘅生意人所建立起來嘅。我們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是代表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在這裡的機構。我們這個機構呢，當然主要是推動台灣跟印尼兩國之間這個各方面的合作關係。那在我們跟印尼的關係裡面呢，可以說經貿投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像我們是印尼的第5大的投資國，僅次於日本、英國、香港、新加坡。我們目前的投資呢，還有將近130億美元，所以台商在這邊呢，也有好幾百家。所以我們認為，如何來保障我們台商在這邊投資的利益，協助我們台商在這邊的工作，也是我們代表處一個非常重點的工作。客家人到海外開創事業，就像係一生人嘅夢想。傳統頭家求富達，非常自家係一個後生條嘅時節，快點容易咁代表國家到海外去傳授農業技術，其實也係快點模樣嘅期待。就係13年，快點簡單嘅報復嘅離開故鄉，回憶當時種種嘅事情，留下點多覺得得意。你也唔知有冇滿意，客家冇坐過飛機用嘅嘢也唔掂，所以到飛機場嘅時候只有擔心一個，我家屬朋友很多送機，我講不必要。去到飛機場嘅時候，差唔多大概就以前汽車也沒有這麼方便啦，蠻方便啦，就坐機場查。到飛機場嘅T權手機就出來，每年也有大聲嘛，講開嗌大聲。行李就講係拿起嘢，喊埋個燈樣坐多，嗌一坐多，迷糊糊坐多嘅件燈，也唔掂，護照搞邊也冇噴數，也唔掂有噴數就也唔掂。什麼樣嘅乜嘅 check in 啊，過磅啊，也冇也唔掂，就迷糊糊嘅坐多嘅，坐多嘅麥克風抽埋喺哦，就喊，佢到點抽埋喺哦，一定記。條下都講中文，有咩就講英文。你台灣就話冇問題，但是當時個麥克風啊，都嘛喺度看唔清楚，有燈樣坐多嘅，坐多有咩個地勤小姐將佢喊埋，跟住我定啲嘢，
文用弟弟来这里啦，伊个地勤小姐就带我去，去俺个当初个师兄们都飞机这么远，暗夜啦，不用的坐啊，唔知讲有候机室。但係小富泰嘅生涯並冇一帆風順，佢在東南亞各國往來多年，轉換嚟一道不同嘅行業，曾經穿前風俗，卻也一途失敗，血本無歸之後從頭做起，最後終於在今年雅加泰嘅高鐵竟然傳行穩定下來。今年嘅芯片穿嘅錢啊，點冇已經冇去啦，冇啥時間。身上剩下大概1條有沒有？以前幾年的那個薪水的存起來跟賺的是嘛？20公斤冇去的，20公斤的黃金已經冇去的咯，冇了大概身上大概剩下1條大概所費大概剩下100萬，100萬那些點冇？見面參埋打工，又唔甘願嘅，唔甘願啊！就一演出來就出來，結果就開始種植蔬菜啊。種植蔬菜，那當初嘅1年係冇蔬菜，有什麼買個菜都冇長菜啊。咁我就去台灣帶頭種植咯，帶頭種植咯，啲時間湊埋哦。本來最初我冇想種嘅啦，我就跟你嘅朋友合作，還有2隻朋友在台灣嘅也種香菇嘅李清貴。結果我倡議嘅時合作，本來要做泰嘅，倡議嘅時當初當嘅薪水係500塊美金，因500塊美金相當泰咯。仔細觀察環境融入當地嘅成分，係客家人能夠在海外打下基礎嘅方法。即使係細城里，還能有發揮嘅空間。林金奎就展現了客家商人嘅智慧，從喺水龍頭，我哋看起來一平凡嘅生活用品。在林金奎嘅書巷，卻發展成有模有樣嘅事業。爪哇島一個加拿大之鄉人咧，台灣咧台北鄉嚟，哦，啊一個我哋話嘅神馬蘭，做一個三寶樓，三寶樓，啊。三寶龍之鄉人咧，台灣咧台中央嘅，4歲之鄉台灣咧高雄央嘅，一他們一個市場嘅時間，一個市場所有嘅產品咧，包括水龍頭，75%係進口嘅，所以講75%進口嘅時間，喺迄個本地做嘅時間，係咪當競爭力，係咪啊？在台灣嘅嘅模式下發展嘅傳統產業，做出談定嚟到有遠見嘅客家商人移轉到印尼來，像係紡織、成衣、五金、化工嚟到是有一道盈利嘅傳統產業，做成在印尼雅加泰潛到嚟天一層，同時也帶動嚟印尼嘅經濟發展。我為來到也願意投資啊，就因為呀台灣嘅也紡織工業，漸嘅移出也海外去，尤其也做到也東南亞，做到大陸，所以我哋做嘅事業咧係也下游做也紡織工業化工嘅事業，所以就天定依度也工廠來外移。同時呢，對也印尼啊，伊個人口多，佢全適合發展也紡織工業，所以也要變天啲啊位，所以我哋就決定來也印尼來打拼。客家台上嘅事業，疏解了印尼雅加泰人口未少嘅就業問題，但係不同嘅民族性。用嚟到客家台上，在人事管理當中遇到了上唔到嘅問題。經營成衣工廠嘅邱永芳，睇到了自家原本泡澡嘅脾氣，就在多年嘅磨練之下，變得溫和而且更加嘅有耐心。工廠都有700-800人啦，
哦，啊，普通安尼走散户呢，到台湾呢，哦，分部门都工作，啊，研发就研发，走散就走散，裁剪就裁剪，到了唔的呢，偷到妹就全部会安尼做厂长、做经理人员都做，哦，啊，也都供应又非常的差，哦，实在都唔晓得做啊，哦，我都开始来俩。头1年啦，逐日上班就骂人啦，啊，早晨8点上班，骂到12点，到下晝啦冇送嘅，吼，掠就講喺度，因為來個係工作上呢，一定辛苦嘅，啊，就也一點。佢做嘛罵人，你做罵人啊？因為講3擺，根本一講下晝嘛錯，下晝啦講稍早有錯，啊。一件事情講到100擺，很多錯。啊，你就因你嘅供應，佢嘅現實啦，佢都也都是較差嘅所在啦。因為員工樂天自足嘅基薪，在工作蛋糕就變成了3萬，讓小用房嘅係無奈何嘅，係因為員工嘅非常信仰。但係業界隨俗，身為主管，佢仍然非常尊重員工嘅精神信仰。一張7個小時，佢喺度拜神，一日還要拜5拜，啊！一隻拜神，佢還要洗腳、洗面，再去拜。啊，拜是5分鐘、10分鐘，但是洗腳洗面，好咧，要佔睇半點鐘。一間工廠800個工人，一3人半點鐘，你想800個工人就400個鐘頭，啊，這只有擺1次咯。去當擺家是擺5次，啊！你想，你到兩邊做工廠啊，實在效率上哦，實在都辛苦，啊嘛唔曉得講啦，你又冇辦法改變佢嘛，啊！佢到生活觀念佢就會安尼啦，啊！佢嘅讀書也冇講乜嘅像啲台灣嘅教育嘛，啊！故所楊半先講啦，佢也就全部都習慣了。哦，你從愛到來了10多年，脾氣就當壞了。這10多年過後，磨到我們也很乖了，脾氣就當好了呀。哦，這就冇辦法，就因你嘅供應就安尼。13年單打獨鬥，並唔想大家攝時講熱交換意見。在1年牙家攤，還有一道從係小用房一年嘅客家台上，每到假日就刺激下。大家交換寶貴嘅經驗，寫出彼此在事業當中更加嘅信息。客家人向前行，牙家泰嘅來時路，廣告之後繼續為你介紹。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This is a test of the central volume. 從台北草飛人機到印尼雅加灘，雖然只愛幾點鐘久，但係也並用一家試用體分別在海外各地做生意。無限嘅工作是幾點愛見面並無咁簡單。每擺到印尼雅加灘去探望兄弟，也並用仲為帶啲嘅家鄉嘅食物來慰勞兄弟在異鄉工作嘅辛苦。我特別為咗印尼時節，從我早晨6點半就起床，
也坐入飛機去到下晝到臨暗站嘅到來，所以我特別尤其帶些也個家鄉嘅嗰啲調味嘅東西，像菜包，仲有我帶菜包，見到帶下到鐵條湯，個帶下嘅鹹菜乾，來半夜二呢，我係老太，我住咧，大家來享用也個客家人嘅嗰啲調味。最主要就講我兄弟離開也有幾十年，兄弟感情，為了來也能叫講大家離家國嘅故鄉啊，離開有段時間，所以帶來嘅時間感覺特別的親切。像我也個老太君，當到我來叫做找一個朋友，像我來醋料來泡茶，大家來探也個印尼到台灣也個消息，譬如我要建議客家人較注重也個家庭嘅倫理，兄弟感情，來俾到也一部分，所以我特別一定要帶到人嘅也個東西，對我也想愛食嘅東西，合也想食調味，帶到東西過來。老太羅水生創業在雅加泰管理5間工廠，豐富嘅經驗使得老伯成為客家台上交流起飛嘅所在。佢哋啲兩人分享經驗、交換心得，假使想要在雅加泰打好事業基礎，一定會參加起飛，聽一下前輩嘅意見。翻譯嘅問題、管理嘅問題、市場一個銷售問題。但是我還蠻有來呀個一年的時間咧我非常辛苦，用蠻辛苦法咧，去簽約就識來個印尼嘅，去問佢，印尼咧，加手頭嘅投資嘅時間，會遇到蠻困難，有個朋友同我講，去翻譯，翻譯一天嘅問題，天做管理，天上做市場，要完全同嘅台灣嘅無中央嘅咁樣嘅制度啦，一民情啦，也係講一個政府嘅規定啦，各方面啦，都係相當嘅咁樣嘅困難同嘅。所以講我到台灣嘅時間先對一個印尼啊向嘅各方面嘅一個困難點嘅先調查。你哋到印尼呢，投資呢，還有2-3個風險啦，就像講供應冇問題。罷工嘅動作，也第一，你普通你開工廠嘅係冇辦法啦，因為佢都也變嚟貢獻到政府嘅性質就係安樣啦，係冇辦法像你台灣講怎樣做，佢哋冇可能啦，也一點，還一點呢，官員嘅貪污十分多，就講挨好啦。我今年本期稅務局來查稅，查300，一年到我查300，你想也實在做，你對啲印尼投資呢，係冇想到嘅事情啦，佢查稅目的到呢，你要繳稅嘅呀，但是呢，佢就有辦法簽嘢麻煩，為咗你投錢，佢一定有辦法簽嘢麻煩啦，安樣啦。故所講來，也就啲較不穩定性的因素，啲控制唔到嘅，目前而家嘅確實做唔得咧，到印尼呢，也風險，佢冇辦法啲掌控不到的因素呢，也供應啦、稅務啦，嗰啲暴亂啦，啲其實會發生咧，唔係啲有辦法控制。那這個就還是比較的勞力壓力，那麼要上市企業，要台商，要國營的情況啊，一個加到83年啦。大部分嘅客家台商到雅加泰投資，最先督導嘅就係2年讓人事管理嘅唔關，法律所規定嘅勞資關係，用嚟到台商們缺乏保障，佢哋研究對策。適當來潛出兩全其美嘅方法。當然，唔係要相當一樣嘅，
咱的水准呢，吼，迄家庭咱有办法买的水准。稍早存的嘛，你偷讲事情，老天冇办。我时间到我就下班。哦，你要天米加班，2倍、3倍的钱分给，但是因为一点不见得要。哦，他还是喜欢爱赚的，还冇赚点钱。就嗲就是伊印尼的供应的惰性较大。哦，也就我来嘅诉求就讲。提好是讲，爱工作听爽，宣传多。你莫讲爱，也就基印尼工人的诉求嘅爱在10多年的感觉上。我哋用嘅印尼烟，用印尼烟来讲印尼烟，哦，咁样对，哦，唔係用直接来管理，哦，用印尼烟来干部来做，哦，来天数管理，咁样爱吃到较合适。是为什么用印尼来干部来管理？是差别在？因为因为语言上这样有误会，这样误会的话，会产生一种没必要的对立，哦。有冇个情形？有那的话，那个因社交管理公园语气方面不这个太误会啊，咁样对因管理上也唔好。哦，有啲因偷講，因唔是直接讓公園講，哦，因佢利用嘅公調，因來留意，向佢哋來田數管理，咁樣要較好。除了實現地方民俗風情，還會了解官方嘅法律。來到客家台上遇到各種千奇百怪嘅問題，假使講冇先向前輩來請教，一定會感到唔點樣嘅實證好。從司機到水到消防到消防，因為你有消防栓、有消防水、有消防那個東西，他每年都要檢查的，就是你要重新灌嘛，重新灌。他檢查甚至你的醫務設施裡面，那你是什麼人在處理的？有沒有受過那個 First Aid 這種訓練的在處理？那這個也要有照的，訓練完才有照的，你沒有照也是不行的啊，因為守衛。他們拿個棍子那個東西，那個也要有執照的。你看不到，我們都想象不到的東西都要有執照的，太多了，非常的多。那我們有一個大天線，那個也要執照的。但是太多了，就是剛開始都是不知道的了，慢慢的才會知道。然後我們後來就是用一個非常大的表，我們有專門的人，每個禮拜每個月一定要去看這個表，它到期的時候在什麼地方。到期了到了以後，你還要看看它的附件，就是說它到底在哪一個機關申請的，然後這個機關申請它的程序怎麼樣？你不是說我要去辦就辦了，它有不同的表格，不同要填的，所以呢，幾乎等於是要有一個人專門負責整年的一直在換的執照。這邊來到客家台上到羅湖起飛嘅唔單止係寶貴嘅經驗教訓，還有羅湖後院所種嘅水果。來到水果做成係老太太自家從台灣帶來嘅送機，然而食唔到來到台灣本土嘅水果，在羅湖嘅後院大都結結，歡喜來到事業有成嘅台上們溫馨嘅兒時記憶。咩，面單嘅爭頭風嘅，頭風啊，你一針啊！這麼厲害！八呢個店鋪，朋友來看到全部通粉機在八呢好吃咧，店鋪蠻好吃咧，全部在呢個冬天。有個客家台上，來到有老女士呢，有到個工廠嚟，工廠附近呢有種到一個花果水果結果他家呢50歲以上嘅咁樣嘅年紀呢去摘一咁樣嘅蓮霧水果，一水果呢一個摘個水果嘅時間呢，讓我想到講，頭擺細細個，一屋企呢可能較窮苦嘅環境啦，所以一無種水果，一無種物嘅還有健康人呢，咁樣嘅屋企有看到嘅水果啦，比如tomato啦，也係講掉出來度啦，唔可以投摘，所以講非常多頭擺一樣嘅
经过咧吼，一下子很感觉又健瘦又好食。OK。印尼羊有这么大？不是啊，后面那个红色的它。都可以采。那个才漂亮，真的啊。那个尾巴没哦。安内哈。对对对。而且下雨漂亮。啊。好，谢谢。呢条甜蜜嘅故事冇按简单得来，就从呢条台上根本嘅成就供养。因为在新年1996年开始，印尼发生严重嘅金融风暴，肯定引起了印尼排华风潮。客家台上在雅加滩唔但生理受到打击，连身家安全受到威胁。呢群客家台上係樣板嚟度過風雨嘅呢？客家人向前行雅加滩嘅歷史路，廣告之後為你介紹。在印尼，方言幾乎就係雙年嘅代名詞。在各項商業活動嘅背後，萬那嘢都看得到方言發耀嘅聲音。但係幾年在印尼並冇因為經濟嘅貢獻，獲得印尼政府嘅肯定，反而因為政治情勢冇穩定而受到迫害。早在新年1960年代，印尼就陸續發生了一度嘅排華事件。方言受到印尼右派組織以暴力嘅方式傷害，有人形容當時方言嘅造詣就像係南京大屠殺，大批方言因此先後錯上了離開。今本夜在印尼雅加泰嘅客家台上，當初到印尼投資嘅時節，非但冇想到歷史會重演。喺度96年來來也未投資，97年就拄到也。金融風暴，金融風暴挺嚴重，嚴重到什麼呀？你台灣錢100元就變到20萬元天天，這80萬元就了得去了，同時呢，98年又拄到也印尼嘅暴動，也印尼暴動也非常大影響，也對加拿大也為嘅士氣也都變火燒。非常的大影響。過去幾年來呢，最主要就是1998年的印尼的金融風暴。金融風暴對於我們在台商在這邊，還有後來的這個排華的運動呢，對於我們台商在這邊是有一些影響。但目前看起來，這個影響慢慢的在消除。另外值得我們關注的，就是很多台商很關心，就是印尼現在的法令呢，對於這個勞工的保障比較多，那相對的來講，對於資方來說，有的時候會有一些困難，包括資遣的問題，包括長期僱用的問題，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我們也會盡量的跟印尼方面來溝通。1998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在印尼最嚴重，因為印尼依賴外商投資，印尼盾貶值，客家台商虧損嚴重，一度甚至面臨倒退。當初頭一批10個月。變成了2個月，上嘅產值也差唔多。原料進來係用美金買嘅，也係算台幣也做得啦。但是呢，佢啊印尼錢盧比佢就貶退去嘅，特別喺度來一張1美金就可以換2500元，今日一張美金就變到16000元，差真多。金融風暴加下呢，就像係大部分進口嘅當然也失去當道，比如講賣出去嘅產品，因有印尼嚟講呢，特別也係放款，就講賣出去收款嘅300億，但是呢也得嗰個點頭呢，點頭。把較頭皮嘅有600億種副本，但是家下呢個盧比亞呢，要個一下就變車動態，變車動態嘅時間，等到我錢咧數轉來，
阮也面金转些时间的100个人差不多，阮亲手时间差不多成10个月的，问题总系台20人员，所以甲下呢台印尼要顺势一开，以后呢，利用遐个顺势呢，将遐个钱去作为建设工厂，那阮面金呢再拿做买货的时间呢，等个顺势动态。但是我怎么讲，我用遐个钱作为建设，甲物价就全部无起价，直接出现同遐个建设公司来大企业，我要做遐个工厂揭发，向公司揭发，做到遐个1999年就完成，所以讲遐个物价呢，还能照以前呢个物价呢，虽然变成来讲物价还照以前物价呢，所以讲哎样呢，有办法遐个收到顺势啦，哎哟。货币贬值使得人民的财产相对的变少，故所容易引发泡通。反而因为普遍被认为是有钱人，故所变成了泡面攻击的对象。雅加泰几乎全面拍工拍科，重点本抢夹被空，反而佢嘅差額防活本手快艇。98年的暴动，我咪到加卡达，這唔是啊。安尼起價物價大嘅蔬菜呢，就係個暴動嘅蔬菜嘅味啊！大家本地人去走有路啊，但是安尼台灣人，安尼嘅目度到咧啊，根本冇辦法走啊，走哪去就到嘅味啊！譬如真實來，安尼嘛冇辦法，嘅好啲安尼台灣人只有做兵啊，安尼卡有辦法應付啊！佢本地人佢就減死嘅啊，全部走。其实对个暴动家对工厂来讲，烟控非常保护公司啊。佢烟控也成立自卫队，晚上本上属于一场洗沙林林啊。佢家成立自卫队啊，自愿班长级以上的人，我要自卫工厂啊。佢要排前13人、23人一组人安排轮到天光啊。我公司地图要按用自卫队，七家所以自卫万人来闹事情，来对抗也个暴民啊，要按用工厂地图家要按用措施啊。唔但止係事業受到打擊，泡面侮辱犯人服務，嚴重威脅到客家台上嘅生活安全。台灣嘅人權團體紛紛表示抗議，而雅加泰機場呼勸將晚嚟等候愛轉家鄉嘅犯人，販賣機票嘅隊伍大排長龍，全部係相當嘅不安。協定想來轉台灣嘅台商，但係客家台商並冇因此放棄。客家人不論係到哪裡，仲係踏實嘅付出，而唔做只係賺錢嘅商人。工廠開落去，你做唔得講，哎，你要辦就辦啊，係冇咯？你講愛做來做銷售，來下訂單也做貿易，我隨時可以撤。我一隻辦公室，我速度安尼從投資工廠的人去冇辦法了。後來去供應小很多，你小供應嘛有資方的義務嘛，供應沒有可能資方嘛，唔係講隨時撤出去。也就是說，暴亂是暴亂，辛苦是辛苦，但是你冇辦法，你還得面對兩現實。食材就講做就做唔得咧，而且了解一般台商的先生。鄉下人出來啊，老人家有教恩哦，佢講隨時當做條路啊，做人以往就萬人三萬哦，像迄客家人嚟嘅阿爸教恩出來樣。當初我來也都有投資嘅時間，我咪表示安個精神，像講萬一出問題嘅時間啊，我還唔敢，來投資嘅也都有時間，那10萬塊美金來呀。我是到半夜我哋講，你蠻好耐哦。但我看做嘅成功哦，3年內我係冇到本身傳咗去台灣嘅時間啦，我是會轉去了，安樣啊。當初我來係安樣嘅精神來。尤其係呢家人嘅精神出去
一听到成功转了，那么成功转的时间，老师爸们对遐个那么个零散的吼，也交代唔过，哦，上体制作的全部交代唔过，所以讲，鸟啊，现在硬的遐个皮咧吼，去突破遐个困难点，家乡父老嘅其他係一種壓力，也係一種鼓勵，支持了了客家台上透過困難支持下去。行過風雨嘅客家台上，還會繼續打拼。佢哋在雅加泰發展思鄉嘅心情，建立充滿客家味道嘅家園，延續客家自信。客家人向前行，雅加泰嘅來時路，廣告之後繼續為您介紹。客家人在今年雅加泰經常雖然辛苦，但係從喺落水上有本樣做伴，日常生活有人照顧，工作之後向下分享休閒時間，怎樣嘅辛苦也得嚟。小虎大做得嚟，你講小虎大啱邊有雙機？第一次講啦。老太太皮田先生在雅加泰打拼事業，內心仍然係想念台灣客家莊嘅生活生活。佢在後院種下嚟台灣帶來嘅種藝，仍然數唔到嘅台灣水果和青菜，在羅湖嘅後院生長嘅。在出現嘅時候，兩公婆合力在空地打鼓，搭起柵欄，跳起嚟幾夜阿伯我喂。那天順行有細細嘅比塘，無錯嘅屋嘅地背度鋪定茅草堆，順後還有各種動物嘅叫聲。讓人挖到漸漸來到嚟淳樸嘅客家農莊。那養鵝的就是講，比款這樣的鄉土的，有啲家鄉的嗰種嘅農情味，所以我食到鵝，食到雞嗰啲啦。哦，呢個也主要係為咗吃啊。未，我唔敢吃啊，我鵝我係敢吃。cái ngô子cái用cho hệ chỉ cái làm cho lại ngô子này nhưng không ai nhiệt tuổi cái các bạn mai cho mai nhiệt tuổi mà nhiệt tuổi ngô nhiệt tuổi à。老太太就係按呢個淳樸定義下嘅傳統客家父母，佢仲係帶點親切嘅笑容，當無限嘅行入行出，為了讓家人做嚟寫到家鄉菜，佢全因數年，每當客家台上在羅湖起飛，做下就會傳來一層一層嘅菜香。了了平常時食唔到嘅菜，用了了客家台上一個享受。咁昨晚參加呢個美食班啊？美食班因為都冇學啊，學台灣嘅料理啊，台灣嘅美食啊，因為都出來是台灣嘅美食啊，困難啊，係啊，所以佢哋下班應該做個夜班啊，菜頭班、午班啊。我會做呀，台灣人來咧，是只學到台灣嘅菜嚇困難，因為個口味不合，因為因為口味老印度尼西亞唔同，因為呢個是中式炸的，很辣，對啊，所以是要客家菜吼，東南的，所以對朋友吼，把我哋聚餐嚟呢哈，你是會來那條不習慣。還是會做地頭嘅客家小炒啦，做啲風肉啦、筍乾啦、豬腳啦，是安平啊。來到今年雅加泰嘅客家誕辰高位，假使講13年在異鄉為事業奮鬥，也會希望討到像老太太安尼嘅本樣。創業在今年生活，雖然無機會認識傳統嘅客家手指。但係羅水省嘅員工賴金福，還係簽到了美滿嘅異國婚姻。台灣的男孩子比較勤快啦，比較勤快啊，不像他們印尼本地的公民來講，生活的比較好像比較懶散一點啊，比較知足啦，說得不好聽點，比較知足啦。從印尼手指變成了台灣客家新橋。李太太改變一度，佢放棄回教嘅信仰，卻因為回教遵義四大爺同40本樣，
谈起来相互各自嘅观念，完全就像一个群欠爱家嘅客家心球。要喝酒，你在家里喝没有关系啊。那边去卡拉 OK 那个，有去那边有用很多钱啊，这样子啊，我不喜欢啊。我看那个小孩子要长大了哈，我们有很多钱比较好。等一下小孩子要读书，我们也有钱啊，这样子。作為客家台上嘅第二胎，廖殿嬋嘅奶爺廖師傅也討嚟嬰兒收治。對於廖殿嬋呢傳統嘅客家人嚟講，內心有啲失落，卻無奈何。一開始未感覺講應該來討一嚟發啊，中國人發音也係咱也別台灣人啊。但是呢，也應付的事情也難講，我知道了，原來要印尼做條路，以後生人要重視到呀，印尼嘅什麼，印尼雖然反對啊，佢愛就好了，我想係打咩人印尼嘅沙皮，我想也冇乜要緊啊。客家台上嘅第二胎對於家鄉嘅記憶係更加嘅模糊。客家莊長大就沒有，因為我從小就上台北。印象大概就是也是算吃苦耐勞吧，客家人。樂樂自由戀愛係後生人嘅新觀念，生活環境促成了異國嘅婚姻。廖殿嬋心度也明白，也係無可避免嘅。他喺心中健康發白嘅孫兒，讓佢安慰，對祖先一向也有嚟交代。因而客家台上經歷風雨渡過難關，一無簡單，爭有嚟見本人嘅成就。工作之餘，佢哋組成了工業夫妻村，一方面運動健身，一方面分享事業有成嘅歡喜。客家人向前行，雅家泰嘅類似度，廣告之後為您介紹。雅家泰嘅客家台上在海外傑出嘅表現，為上屆樹立了典範。佢哋以個人嘅成就，協助許多人來許多家庭完成夢想。同艱苦共患難，遇到困難嘅時節，客家台上們互相嘅傾訴，等到嚟事業有成嘅時節，佢哋也共下分享呢份喜悅。嚟到客家台上，老太太們組成了工業夫妻村，利用假日運動，平常為了工作奔波而非常缺嘅身心，在呢個時節做得放鬆一下。更重要嘅係，佢哋家庭求出嘅智慧，結交更多做生意嘅朋友，拓展人際關係。台灣的台上呢，非常多人去打球。一打球嘅時節，人哋講喺台灣很多人投入印尼投資有得講客家，有得講河洛話，有得講國語像我行做得咯，我行會講入嘅客家所以我知道學起來，做得老先生聽書做得兩夫妻共下出去，那個做生意啊嘛對方嘅太太，對方男生男士可以帶太太來做得兩夫妻，方便談生意，一方面可以幫忙先生。你就講對啲呢，大部分就講打球啦，因為就是說你大家在打語言嘛，利用打球嘅，到高爾夫球，大家就在啲聚會，吃飯，當好。打過球嘅之後，嚟到客家台上，行嚟坐下來打嘴攰下，因為環境不斷嘅在改變，
新嘅问题或许随时都会发生。除了这个生活方面可能比较不方便以外，另外也就是这里也有一些疾病啦，像这个疟疾啦，或者是登革热。那前一阵子在巴厘岛传出这个痢疾，这些疾病对在这一边工作的台商当然也有威胁。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里的这个回教激进分子啊，从去年的巴厘岛事件到今年这个万豪饭店爆炸案，我们也不晓得这些恐怖分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在哪一个地方放炸弹，这个是大部分在这边的台商比较担忧的事情。为了用心经营份事业，客家台上不断嘅追求进步，为了疏解思乡嘅心，佢哋还会分享生活嘅点点滴滴，讲爱来自家乡嘅消息。大旗位啦哈，压台上就是他那个团体生活里面哈，有大球大球有就是健康杯的还有女子高尔夫球队还有那个什么乐团二胡，还有什么柳叶琴，还有吹笛子你做下参加有的吧？还有合唱团。哎呀，做下参加。但像我出来国外哈，所以台商的人中哈生团体生活参加，这样子很做的融入，就是不会忘记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港边非常最初来到一年雅加泰嘅心情，行過金融風暴，行過排華風潮，兩下佢哋變得更加嘅堅強。面對未知嘅立場，客家台上已經做好準備，已經信心十足。離開